點啊？童年回憶翻晒嚟未啊？今期要同大家分享呢盒1993年塔卡拿 DX 電光超人超神合體。電光超人係1993年至1994年間由塔卡拿同埋圓谷合作製作嘅特攝片。故事主要講述咗3名初中生直人、一平同埋友香通過電腦世界嘅戰士古列特對抗病毒魔王操控嘅怪獸軍團。喺我哋細個嘅時候 ，TVB 優先播放咗美版，取名異空超能人，之後先再播日版叫電光超能人。所以喺我哋嘅印象入邊，習慣都會叫電光超人做傑德文。套裝嘅內容物包括一隻電光超人傑德文嘅主體、白色嘅戰神坦克、紅色嘅雷霆戰機同埋黑色嘅雙子鑽探者。電光超人嘅主體身高24 cm， 大概9至10寸。對比93年同期嘅其他可動人形，素體嘅可動只能話勉勉強強，但係考慮到佢大合體之後關節嘅強度，其實都情有可原嘅。素體帶有星光嘅玩法，可惜我呢隻本身就壞咗。如果呢期反應比較好嘅話，下期咪攞隻冇壞嘅同大家展示下咯。等我擺翻個人形必殺先，超電激光。武器配件都唔少㗎，包括傑德文常用嘅離子劍同埋屏障盾，由離子劍同埋屏障盾合體而成嘅雷鳴戰斧，同埋由雷鳴戰斧變形而成嘅電光雷擊劍，亦都叫做傑德文聖劍啊！雷霆戰機、戰神坦克同埋雙子探鑽者係一平用電腦程式幫傑德文設計製造嘅資源機，單獨嘅載具形態並冇太多玩法。但係佢哋就還原翻劇中嘅設定，3架一齊玩嘅時候就可以單獨進行大合體。畢竟已經係20幾年前嘅嘢，白色膠發黃，電導零件氧化，呢啲情況就肯定必不可免㗎啦。大家睇片嘅時候就忍下啦。電神合體，戰神獅昂。將3架資源機變翻為載具形態之後，我哋就可以將佢同電光超人進行大合體。戰神坦克變成腳部嘅盔甲，雙子鑽探者拆分之後，分別變成肩甲同埋手甲。將雷霆戰機稍作變形，變成電光超人嘅胸甲。呢種由載具變成盔甲進行套娃式嘅合體形式，其實同機甲警察多少都有啲相似啊！超神合體，雷鳴古列特。睇過呢套劇嘅朋友都知啦，其實超神合體只係劇中前半部分電光超人嘅一個合體形態，喺後期仲會有超龍合體。如果你哋仲想睇到下一期電光超人玩具介紹嘅話，大家識點做㗎啦！提早祝大家平安夜同埋聖誕節快樂，我哋下期再見。